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Sam Chan。咁今日咧就介紹黃碧呢個花園戶。咁佢個上面積就832尺，3房1套房再加姐姐房。咁花園咧就495尺。咁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得邊嚟更加先。我哋入到門口一個小嘅走廊位，裝修方面咧都比較歐陸式設計。呢個樓底有3.3米樓底。客飯廳前長方形開式，首先參觀下廚房先。廚房就原發展商一手交樓標準。工人房咁戶主就攞出嚟做呢個雜物房啦。咁工人房入邊有姐姐房，入邊有洗手間嘅。好啦，我哋出去睇個花園先。花園嘅實用面積494尺，前一個 L 嘅。前花園、後花園，寢室區分咗3間房，呢間係主人套房，第一間睡房，樓底相當之高，所有嘅衣櫃都做到上頂嘅。客廁。第二間細嘅睡房，主人套房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2，等你電話。